最後如果大家都知道認識神係忌邪嘅神，佢要求神同人中間唔可以有偶像要求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佢，係咪？嗱，點解咁多嘅基督徒冇辦法做到呢？原因何在呢？我好簡單再講，希望大家記得呢個愛神嘅心愛人嗰個心 agape love， 記得嗎？真愛從哪裏來呢？真愛從邊度嚟嘅？如果我哋冇真愛，你根本冇可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所以喺呢一個提摩太前書1章第5節，記得嗎？佢話命令嘅總綱就係愛，這愛係從清潔嘅心、無虧嘅良心、無偽嘅信心生出嚟嘅。嗱，我話唔夠時間重新再解釋呢3個嘅重點，但係唔解釋呢，有啲新嘅弟兄姊妹你未聽過去評估一下命令嘅總綱就係愛，呢個愛係 agape love， 係無私捨己、犧牲、主動擺上、不求回報嘅。咁呢個愛點嚟嘅？係從清潔嘅心、無虧嘅良心、無偽嘅信心生出嚟我哋會最簡單去講一講清潔嘅心有冇呢？如果污穢嘅時候呢，思想污穢、行動言語污穢，冇可能有清潔嘅心。無虧嘅良心，良心有虧，即係話做咗虧心事。如果良心無虧，先至話喺神喺人面前無愧於心同埋無偽嘅信心信心有假嘅，我成日都提暫時相信、頭腦嘅信、死嘅信，呢啲全部係假嘅，未係真嘅。要係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真正認識神嗰種信心先至係真嘅。而呢3種嘅心要撈埋一齊生出嚟嘅意思係喺生物生理或者係屬靈嘅情況裏邊都係一樣。生出嚟有3個步驟，記住生就係話呢3樣嘢撈埋一齊，即係